今日桃园观音一间纸厂，伫昨下晡5点外嘛导火烧，因为现场有真侪纸，所以火是炭真紧。加在是无人安怎。另外，昨昏伫半暝啊，新北市的邦桥一搭铁厝搭的仓库嘛火烧厝，不过这是造成一个乌巴桑死亡，也有2个人受伤。 新北市邦桥区永门街一个铁皮仓库，昨日半暝11点外，熊熊窜出大火，因为边仔就是警察宿舍大楼，就派人紧急疏散。消防人员救出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受困妇人，不过已经明显死亡，还有2人砸伤送医。伫昨日下晡，桃园观音的一间纸工厂也传出火警。 厂房甲仓库全部一片火海，高高乌烟窜到天边，互人看甲真着惊。消防人员昨日下晡5点外接到大量报案电话，紧急派出30台消防车抢救。到场时阵，部分的厂房已经全部拢着火。麻烦3大重型草咖分队前出，并派化学车过来检测收到。 火厂房将近15000平方公尺，因为内底囤大量纸甲半成品开导火物件，互大火为下晡烧到暗时。消防人员也扭出真侪条火线，一直拍火，搁伫暗时7点05分将火势控制掉了。 那里面有一颗重油，里面的储存的量大概还有6万公升。所幸在消防人员抢救之下，目前重油槽是有整个守住。 好佳在厂房内底无人员受困，详细导火原因甲财务损失，要等火调人员来去调查。不过因为乌烟瘴真济，当地机关就呼吁周边的护林、公兴、武辉、大潭里等地区爱注意空气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